那个背心穿一下，来这边稍微挡一下。背心穿一下，稍微挡一下。可以把它做好一下，好不好？简单讲一下，等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这几天的心情？谢谢大家辛苦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关心，谢谢。会不会觉得有点出卖？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你好像有说时代力量想要拱你当，谢谢大家的关心，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小心脚步，谢谢大家关心，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小心脚步，大家辛苦了，谢谢，请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大家小心脚步，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关心。哎，大哥小心，小心。大哥小心哦！大哥小心，小心，小心！我先给，我先给，来，请给，来。小心哦，后面有阶梯，小心哦。大家小心脚步哈，小心脚步，小心脚步，谢谢，谢谢。会有什么动作？谢谢大家关心，辛苦了，谢谢，谢谢关心，谢谢。大家辛苦了，请小心，小心脚步哦，谢谢，谢谢，谢谢。做什么动作？这部分我们已经有跟这个郭小姐这边已经有在做这个如何做进一步的法律上的救济，我们有在做讨论。那日后应该也会在做这个直接比如说调解或者是起诉这部分，我们还在讨论中。刚第一时间为什么郭小姐她不愿意出来，反而是用躲的方式？这部分其实我不清楚，因为我们做完笔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就分道扬镳了。其实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说，这个对话的内容其实是遭到有心人士刻意的断章取义，刻意的截取他只想呈现的部分，然后恶意的外流出去。那这部分我们其实很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子被外流？为什么郭小姐会这样子被针对？那针对这部分，我们也希望这边是能够写出来，所以因为这整个截图的内容呢，比较涉及到相关那个案情的部分，我不方便说明。但是如果您有在 follow 郭小姐的过去的言行，你就会知道她其实是个反霸凌，而且是热爱工作、有爱同事的一个人。她绝对不可能去做这种所谓危急非安的一个行为。那目前她在7月11号被长荣公司的人品会免职之前，他的职衔是副座舱长，也就是说，其实长荣公司是很肯定他的工作的能力以及工作的态度，所以才会让他担任副座舱长的职位。那更可以证明说，他绝对不是会做出外面媒体报道的所谓会来加料，或者是会来危及任何非安的一个行为。那这部分完全都是被有心人士断章取义，恶意造成误会，所导致今天的一个舆论。下刚刚在这个整个侦讯的过程，好不好？简单讲啊，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把一些相关的证据，然后我们有被断章取义的一些对话截图，我们有带对话的全部的内容，然后来协助承办的员警来做整个事实的厘清。因为基于侦查不公开，其实比较细节的部分我就不方便多说。整个过程郭子嫣的情绪还好吗？他今天情绪都非常的不错，那精神也很好，谢谢各位的关心。
为中间一些相关的事证也要做一些确认，所以说我们花一点时间在这个确认证据上面。